翻到嚟亞洲，等你認識中福團最新開展嘅工場柬埔寨。柬埔寨本來係東南亞魚米之鄉，產量富庶，可惜經歷連年戰亂，到咗上世紀末先至漸漸平靜落嚟，經濟開始發展。中福團宣教士喺2005年3月踏足首都金邊，喺新發展又鄰近大學嘅社區屋巴昂報道植堂，開始學生宿舍。中福團嘅異象係要為主得着從鄉村出嚟讀高中同埋大學嘅青年一代，期盼經過幾年嘅信心學習同埋培訓，建立成熟嘅屬靈生命，成為基督教會嘅領袖。無論留喺首都或者係翻到你自己嘅家鄉，都能夠為主工作，傳揚福音，建立教會。由於柬埔寨經濟不斷發展，物價上揚，房地產不斷漲價，教會同宿舍嘅房主人大幅調高租金。近期事工增長，地方漸漸覺得唔足以應付。我哋正祈求神恩賜合適嘅土地樓房，作為教會、學生宿舍、社區福音嘅長遠發展。金邊城市嘅周邊廠房林立，每間工廠有工人大約1萬幾。喺嘉華工業區，到咗黃昏落班嘅時間，街上人潮如織，攤檔處處，就好似香港旺角嘅女人街咁熱鬧。舊年1月，屋巴昂教會開始將每月奉獻嘅1/10撥作宣教基金，為開拓嘉華工業區嘅福音工作之用。一位柬埔寨傳道話：而家人心都預備好啦，機會處處，只要有人傳道，就有人信主。需要投入更多嘅人才同埋資源搶救亡魂。有邊個回應呢？